过来看台南东区某一间庙，昨拄好咧办12年一考的庆典，对透早5点就起价，沿途是弄鼓放炮，下晡顶头示警，佮造成附近大塞车，引起民怨。环保局表示，现场去早是拢无查到违规，嘛加这庙方来劝导，庙方嘛出面来回释咧，感谢民众体谅。 锣鼓声甲炮声虽然是真热烈，却是伫天尾跟5点出现，互居民气甲上网路面。住伫附近的居民嘛出来赞声，表示真差。台南东区一间公庙举办12年一考的庆典，有将近30间庙做伙参与。大量的顶头甲庙会人员，暂时天尾跟5点起叫示警，查到未将搁伫困的居民，但嘛有民众感觉久久一摆会使体谅。好对。就安遮配啊，就遮配啊。啊，遐物早开始，才会吵到你咧困。嘿啦，吵到唔了啦，当日进来，老你来吵着。警察伫路口指挥交通，除了噪音扰民，要暗仔顶头甲车流相拄的时阵，搁造成塞车。市府接到上百通的投诉电话，庙方透早回息咧，表示有一个甲卡来抗议的民众说明。在睡梦中被吵醒，当然会很不舒服啊。那就大家将心比心啊，有跟他们稍微沟通，也就电话就渐渐比较减少，进行现场的劝导及改善。那并无明显违规情事，后续我们持续会将针对这个环境卫生跟烟火相关的违规情况进行搜证，后续如查有违规者，将进行依法告发。庙方坦白参与活动的庙真济，较歹约束。环保局表示，民众投诉的噪音问题，稽查小组伫现场有随劝导，目前无明显的违规。但部分市民嘛表示愿意尊重宗教文化，但嘛希望庙爱约束达地，唔通互庆典影响民众的生活，失去原本的意义。记者陈焕武、陈显坤台南报道。